主后2024年11月11日，每日圣安宫读经，恁着为记得上主。圣经咱做来听读耶利米书51章第19到64节。上主安尼讲：看咧，我要用毁灭的大风攻击巴比伦甲伊的人民。我要派外国人来侵犯巴比伦，亲像大风在拨麦穗，因要甲伊的国土拨甲空。毁灭的日一个到，因要对四周围来攻击巴比伦，毋通互巴比伦射箭的兵射箭，毋通互因有机会武装起来。因的少年人，恁毋免甲因珍惜，着甲因全部的军队消灭。毁灭的日一个到，因要对四周围来攻击巴比伦。巴比伦人为伫家己的城市受害，伫逐条街路互人屠杀。以色列甲犹大虽然伫逐所在得罪我以色列神圣的上帝，毋过因还无互上主万军的统帅因的上帝气杀，着赶紧逃走离开巴比伦，虽然顾性命，毋通因为因的罪甲因做伙灭亡，因为上主报仇的时已经到。我要互巴比伦受报应。巴比伦以前是上主手中的金杯，互全地的人拢啉甲醉茫茫，列国捌啉伊的酒，啉甲发狂。巴比伦会忽然倒坏毁灭，恁着为伊哀哭，着甲伊抹乳香减轻伊的痛痛，伊可能还医袂好。住伫巴比伦的外国人讲：我捌想要移巴比伦，毋过无效。现在咱着离开，逐人倒去家己的故乡，因为巴比伦所要受的刑罚真大，大甲拄天痛到强创。上主的子民得欢呼，上主已经宣布咱公义无罪，来，咱着伫锡安宣扬上主咱的上帝的作为。上主决定要毁灭巴比伦，要激动米底亚的君王来攻击伊。这是上主要报仇，要为着伊受毁坏的圣殿报复。祭官下令，钱抹互尖，盾牌举互条，采大旗做信号，攻击巴比伦的城墙，加强固守守望台，派卫兵轮班，搁派人埋伏。关系巴比伦子民的命运，上主安尼决定，嘛安尼实现。巴比伦啊，你的境内有真侪河流，搁积聚真侪财宝，毋过你的终局到啦，你的性命到这为止。上主万军的统帅举家己立誓讲：我要调集亲像草莓遐尼侪的大军，侵占恁的土地，因会对恁发出胜利的欢呼。上主用家己的大能创造大地，用伊的智慧建立世界，用聪明铁开强创。上主一个出声，天顶的水就加滚，云雾就对天边海角冲出来。伊对雨的中间射出线呐，对伊的仓库送风出来。世间人拢牛戆无知，逐个拍金师傅，
拢为着家己做的身上见效，因为因自的身上拢是虚假，内面无性命。五常拢是虚假，是人铁笑的对象。刑法一个到，因拢会消失。做雅各产业的上帝甲因无共款，伊是创造万有的主。以色列是伊的子民，是伊的产业。伊的称呼是上主万军的统帅。上主讲：巴比伦啊，你是我的铁锤甲武器，我捌用你讲喙列邦，毁灭列国；捌用你拍败战马甲骑马的，拍碎战车甲赛车的；捌用你杀死查甫人甲妇人人，杀死老人甲囡仔，杀死少年人甲少女；捌用你杀死牧者甲伊的羊群，杀死做事人甲伊的牛，杀死总督甲官员。上主讲：恁要亲目看到我报应巴比伦甲伊的子民，因为因做歹伤害錫安。巴比伦啊，你是毁灭全地的大山，你看，我要攻击你，要伸手对山岩甲你扯落去，互你变做烧毁的山。人袂阁对你遐摕石头做厝甲石，也是做地基，因为你会永远荒废。上主安尼宣布。就伫境内采大旗做信号，伫列国中分扫角，调集列国来攻击巴比伦。就召集阿拉拉、米尼、阿色基那来攻击巴比伦，搁派将军指挥作战，调集亲像草蜢遐尼多的马兵上来，就召集列国米利亚的君王、总督、官员，甲因所管逐国的军队来攻击巴比伦。地大震动，搁转息，因为上主攻击巴比伦的旨意已经确定，要互巴比伦的土地荒废，无人徛起。巴比伦的勇士无要搁交战，拢匿伫堡垒内面，因气力用尽，亲像妇人人无力共款。巴比伦的厝摕互火烧了了，因的城门互人弄破。送批的连续走来，报消息的一个搁一个，拢走来要报互巴比伦王知，城逐边拢互人攻破。河的渡口互敌人占去，水池的芦苇互火烧去。战士拢惊甲破胆。上主万军的统帅以色列的上帝宣布：巴比伦会亲像五角场，互人踏甲平平，阁无偌久，收成的时就到啦。耶路撒冷人讲：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甲阮吞灭，甲阮摘喙，搁互阮亲像摒空的器躯，伊亲像海怪，甲阮吞落去，将阮的宝贝食了了，就甲阮推出来。錫安的子民讲：巴比伦人虐待阮甲阮的亲族，原因受报复。耶路撒冷人讲：因流阮的血，原因才会做受报应。所以上主安尼讲：看咧，我要替因伸冤，要为恁报仇。我要互巴比伦的河无水，互伊的水源拢干去。巴比伦要变做土堆，成做豺狼大的所在，互人着惊啼笑，无人徛起。
巴比伦亲像养命会使好，搁亲像细只使得救。因的食欲一个起，我就替因办桌，互因快乐，互因啉甲酒醉，永远困袂醒。我要亲像伫赶羊仔，赶绵羊港、山羊港，赶因落去屠杀场。上主安尼宣布：上主讲，巴比伦竟然受攻破，全世界拢咧称赞的大城竟然受占领，列国看到伊拢着惊。海水涨悬，用假巴比伦，互外口的海涌甲伊牵起来。巴比伦的城镇趴远，土地大窟窟变做沙漠，无人徛起，嘛无人经过。我要刑罚巴比伦的神明比勒，叫伊吐出吞落去的财物，列国袂阁去敬拜伊。巴比伦的城墙倒坏啦！我的子民啊，着赶紧逃走，离开巴比伦。大人救家己的性命，闪避上主的大受气。恁毋通失胆，毋免因为境内的风声惊吓，因为每年拢有风声传来，境内有强暴的事，领袖互相斗争。看咧，时日一定会到，我要刑罚巴比伦的偶像。巴比伦全国拢会拄着见效，受害的人会倒甲满世界。迄时，毁灭者对北方来到巴比伦，天地甲其中所有的，要因为巴比伦倒坏欢呼。巴比伦伫世界逐所在杀死真侪人，嘛杀死真侪以色列人。为着安尼，伊未受毁灭。上主安尼宣布：上主讲，恁已经闪避刀剑，着紧走，毋通徛踮遐。恁虽然离开故乡真远，着为记得上主，着少年耶路撒冷。恁讲，阮听着人伫擂骂，就感觉闹气，满面见笑，因为外邦人入去上主圣殿的圣所，所以时日一定会到。我要刑罚巴比伦的偶像。巴比伦国内有侪人受伤伫海惨。巴比伦虽然爬上天，搁强化堡垒，我犹原要找毁灭者对付伊。上主安尼宣布。对巴比伦传出哀哭的声，伫巴比伦发生大毁灭，因为上主要毁灭巴比伦，城内无阁有喧哗的声，对敌的军队亲像鹰隆吼，发出响亮的声。有毁灭者来攻击巴比伦，巴比伦的勇士互人掠去，因会经受压制。上主是刑罚的上帝，一定会报应巴比伦。我要互巴比伦的贵族、智慧的人、总督、官员以及勇士，拢啉甲酒醉，永远袂困醒。大君王，上主万军的统帅安尼宣布：上主万军的统帅安尼讲。巴比伦宽阔的城墙会全部倒坏，广大的城门会互火烧烧去。万民所劳碌的拢无彩工，万国所劳力的拢烧了了，因就拢亚现。犹大王西底家继位第4年，马西亚的孙尼利亚的囝。西莱亚做王宫总管，伊甲王做伙去巴比伦的时，
先知耶利米有话吩咐伊。耶利米将得要临到巴比伦的灾祸，就是有关巴比伦一切的话，拢写伫一卷册。耶利米对西莱雅讲：你去到巴比伦的时，着宣读写伫即个册卷的话。搁着祈祷讲：上主啊，关系即个所在，你捌讲你要毁灭，互伊永远趴远，无人徛起，连精神嘛走了了。西莱雅，你甲即卷册宣读了后，着甲伊放伫一块石头，迄落去幼发拉底河。然后讲，巴比伦会亲像安尼沉落去，袂阁兴起，人民嘛拢亚善，因为上主要降灾祸互因。耶利米的话到遮结束。恁着会记得上主。对离乡背井的人来讲，思乡情怀是上稳重的情感。就算现代人会当透过智慧型手机随时联络厝里的人，看见家乡的人事物，总是袂较赢返乡亲自去感受，宿望内伫搁较有温度。自愿移居外地的人尚且安尼思乡，遐因为战争、天灾受迫远离家乡的人，搁较是该乡愁。伫耶利米书第50章到51章，关系巴比伦的侵入中，有几段信息是上帝对伊子民的应允。伫巴比伦得要毁灭的这部灾难片。这个应允，就亲像片中主角总会当化险为夷，带予观众安心甲愿望的感受。上帝应允要引带以色列人回归到故土，互因食故乡的土产和五谷。上帝会为以色列人伸冤，伊对踮伫巴比伦的以色列人讲。因已经逃脱死亡，搁吩咐因爱伫异乡怀念耶路撒冷。这个信息相信带予流亡异乡的以色列人真大的安慰甲愿望。自从以色列亡国以来，犹太人毋简单一遍经历受迫远离家乡，甚至差不多被灭族的危机。总是犹太人将未伫世界上消失，沉痛的失败是要唤回人心，互人会当悔改归向上帝。无论是毋是属上帝的子民，若互骄傲自夸取代上帝的愤悔，将会担着失败的苦果。因为安尼。上帝呼唤伊的子民，恁虽然离开耶路撒冷真远，就会记得上主，就想念耶路撒冷。以色列人虽然离开故乡，毋过袂当袂记得耶路撒冷和上帝。因爱思想上帝对以色列的拯救、慈爱甲怜悯，铭记圣殿被毁的伤痛历史来悔改，心怀愿望，因为上帝将搁一摆带领伊的子民回归故土。每年6月20日是联合国订定的世界难民日，希望世间人对伫难民的困境搁较理解，搁较看见因努力重建生活的坚毅。根据联合国难民署的统计报告，截至2023年年底，全球共有1亿1730万人被迫流离失所，原因是受
迫害、冲突、战争、暴力、侵犯人权，也是社会特殊严重扰乱造成的。所以百万的无国籍人士受剥夺国籍和基本人权的权利，包括教育、医疗、就业和行动自由等。难民的存在也提醒咱，人类罔顾上帝的公义，任意破坏和平，也提醒咱爱看见受苦的人民，去听去接纳因。就为记哩上主，你们要想念我。上帝呼吁人伫苦难中，着为记得伊的恩典，伫颠沛流离的处境中，爱会记得家己的根源，记得上帝是听甲公义的源头，来心怀盼望。默想，当我为着工作和求学离乡背井时，信仰安怎连接我和家乡的情感？当我为着工作和求学离乡背井时，信仰安怎连接我和家乡的情感？咱来祈祷，人民人的上帝，我要为着受迫远离家乡的难民祈祷，当因失去家园和亲人，陷入失落甲无助时，愿意为因点灯盼望的亮光，互因找到重建家园的路。愿意束缚收容难民的国家，互因有好的政策照顾本国人甲难民的生活。奉主的名求，阿们。愿上帝赐你身心灵拢永行平安。